初入行做地產代理嗰陣，我真係蠢到一個點，滿腔熱血，日日朝九晚11，跑勻成區每條街，連隔離區都撈埋。當時仲蠢到相信努力就有回報呢啲廢話。我做嗰區雖然唔係最旺，但至少都係有啲單開下。點知做咗幾年之後，先發現呢個行業嘅運作同我想象完全係兩回事，正一垃圾行業。依家日日返到公司，見到嘅景象真係令人想爆粗。成間 office 似足創思片拍攝現場，班同事個個行屍走肉咁行嚟行去，漫無目的咁行圈，等收工等出糧。仲有啲廢佬啊，仲離譜，長期匿喺會議室辦開會，其實就喺入邊打機睇鹹片。最好笑嘅係，明明班日都冇單開，個個都扮到好鬼忙咁，仲要成日投訴呢樣投訴嗰樣，踩低人抬高自己，正一垃圾。我隔籬嗰個同事啊，已經連續1年冇開過單，但就日日準時返工，準時返嚟食早餐，匿喺會議室睇鹹片，吹水講波經，下晝就話去見客，其實就返屋企瞓覺打機。兩個同事啊，每個月啊仲有老底出，公司明明知道，但就隻眼開隻眼閉，老細見到當睇唔到，因為佢自己都係咁嘅生存模式，生存緊嘛。講起間所謂嘅老細，真係火都嚟埋，班老嘢日日返到嚟，唔係睇實個市幫團隊揾機會，而係不斷碌10幾20年前嘅威水史。我當年啊1個月開10單啦，我帶隊嗰陣啊，團隊全港第一啦。唉，聽到耳仔都起繭。依家個市都唔同晒啦，仲活喺過去做咩啫？要知道啊，垂死老人先至會想當年，班友啊就係等退休等出殯，班老嘢仲成日對住喺門口喺度話人要 display， 話要整齊要 update， 但自己個位就亂過垃圾。現實最 update 嘅資訊打開電話都睇到啦， display 仲嚟做乜啫？又係一個證明班友跟唔上潮流、固步自封嘅表現。正一老海鮮。做一手盤嘅情況更加荒謬啊！我試過好多次啊，由頭到尾都係我帶客睇樓、講解、跟進，連價錢都係我揾資料俾客噶。但個客呢，有興趣落訂嘅時候呢，班廢佬呢就會突然出現啦，扮晒大佬話同個客吹兩句水啦，跟住就當係自己開嘅單。開完單之後啊，佢哋仲要喺公司嘅 WhatsApp 群組大吹大擂啊，話後生仔有排學啦，我當年仲勁啊！咁之後嘅風涼話，喂，明明係我搞掂個客，功勞就俾人搶晒，仲要聽埋啲冇建設性嘅廢話，真係想一巴車落去啊！呢啲咁嘅垃圾工作環境同埋文化，唔單止影響士氣，仲令到成個行業停滯不前。但係佢哋偏偏可以靠住10幾20年前嘅威水史生存落去。班友除咗識講我當年點記之外，乜鬼都唔識。唉，真係咁勁，仲使鬼出嚟喺度呃老弟咩？